拉玛基努，拉玛基努，真见则位，拉玛基努。那我们想请法王就是帮我们介绍一下，您刚才也说到了朗仪寺的这种修学环境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不光是说您讲的学习的环境，而且我们知道朗仪寺的出家人，不管他是一位活佛，乃至一个普通的出家人，他们的这种继承了朗仪寺这种优良的传统，在整个藏区都是很有名的。所以我们想请法王谈一谈朗仪寺对僧才培养这方面的经验。朗伊寺这边呢，确实是这个，培养神采，培养这种的文化精神，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这是环境呢，第一，肯定是离不开，以前的就是老一辈的高僧大德们的精神，第二呢，朗伊寺这边，就是本身就是开始就是有这个辩经的方面的显宗的部分也好，关于密宗也好，关于这个大圆满的修行的课程也好，这些都是比如说朗伊寺的以前的我的老经师，有叫丹增一希，仁波切他，还有这个朗伊寺的这个老堪布，前一段我们就是见到的，这个南喀慈城堪布老堪布今年就90岁，我们就还过几天，我们还想搞一个这个90岁的一个这个就是过大寿。过大寿，也准备过一个大寿，所以说，就是还有我的这个上师教我仁波切，然后就是他们几个呢肯定是最为主要的，那么他们就是就这里近2、3个人开始就把这个所有的文化的课程，包括修行的课程，所有的法度不断的，他就开始就是保留着，就给后来我们的现在的这些僧侣们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就是一切的法都传给大家。那么这样了之后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培养的方法，也是以前的高僧大德们的一个就是宏大的法愿，也是这个朗依寺的护法的他的一个护持之下，朗依寺的这边呢，只要外来的也好，在本地的也好，所有的学习的这些人员的话，他们只要到了寺院了之后，开始包括他的吃住行识，所有呢都开始就改善，这个也不用故意的把它改善，自然的就变成一个好的状态。因为我们最简单来讲，以前呢，在联合会开法会的时候，有一个高僧就在里面说，我们就看他们的外表就知道他是不是朗依寺，或者说他有没有经过朗依寺，因为他哪怕是最简单的，像外面的穿一个这个僧服的服装上面，就是因为就朗依寺这边呢，可能老一辈的这些活佛和这些堪布和这些师傅们的教导之下，大家都就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就不会就是邋遢邋遢的。那么这样了之后呢，就是光一个外表的这种的一个穿衣打扮上面就就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改善。那同时呢，关于就是这个就是学习呢，因为在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有些小和尚打架也有这个寺院里也有这种的问题，但是因为老师们的就是教导，尤其是现在的这些的年轻的这些歌星们开始教育了之后呢，包括他们的这个思想都有跟以前也不一样，还有每年都在变。它的这个变的最主要呢，
是这个是一个按照我们这个中国的古话来讲，它最主要呢它是个道德的问题啊。这个因为僧侣们的他们的道德呢，他也一步一步的也在改善，因为也是一个跟修行的有关系吧。那么这样了之后呢，这个道德观念，它的就是好的话，那就是自然的，他的僧人们的这种的素质就开始就是提升了。这个素质提升了之后呢，就他会为这个教派，为这个呃各的寺院，他们会为他们去考虑，不会为自己去考虑。所以说这个环境是一个这样的形成了之后呢，开始这边的外来的僧人也好，内地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僧侣也好，大家都这个学习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就管理的这种的角度，或者那种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寺院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管理方面呢，很多东西是有一些统一的管理的制度的话，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的。因为目前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包括我们未来呢，朗逸寺也在想，那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我的愿，然后也是以前我的上师的一个愿。那么这个呢，我在想，包括这个朗逸寺的关于建筑的这种的群也好，包括寺院的管理的角度也好，这些都呢，想一步一步来改善，然后僧人们的这个吃的住的所有的以后的话，能不能把它变成统一的那种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僧人们是学习的，只要学习的话，他没那么多钱，对吧？那么虽然是僧侣嘛，但是也是21世纪的人，他还是有一些那个对比的一些看法。比如说这个僧人呢，修建了漂亮的这个僧房了之后，我也想修呀，但是我想修了，他也想修，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这种的话呢，以后可能会，我想可能会打击到这个僧人们学习的这个和他的道德观念等等，可能都有一些风险。因为他只要这个资金上的缺钱了之后，他就是首先想到的是我想办法去挣钱的这个概念就出来了。这个挣钱的概念出来了之后，就开始就把这个道德的很多这些都慢慢就退缩了。这样的话以后这个如果说真想好好的培养神才，真想把这个文化的这个他们的修行的程度也好，他们的文化的程度也好，道德的程度也好，这些都要提升的话，一定要有寺院，就是统一的管理制度来把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他们就是统一规划来弄，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评比，互相就是对比我这个僧房和你的僧房我的吃的东西，我穿的东西，你穿的东西，没有这个对比了这样的话呢，就不用考虑这个了。之后呢，开始可能学习的话，他可能更就是思想更专注，更专注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是有一些好处吧。